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。真侪人爱食炒饭，进前日咱台湾有碗粿王的比赛，即马龙牛市要来办台湾炒饭王的对决，利用指定的食材，台湾生产的米，要来炒饭比一个关键。这届比赛分做好食经典炒饭组，也有创意实行炒饭组两组。其中好食经典的炒饭组的冠军，后日有机会会当向出名冷冻调理食品业者做伙合作，甲炒饭大量生产上市。佫会当摕到10万块的奖金。用猪油煸虾壳，等虾壳转红出油了后，再佫甲刷锅肉丝、虾仁，安尼斗打海陆两款滋味。佫来甲芡这个冰冻的葱头，含宜兰的三星葱啊，做伙甲炒一下。佫来就要落这个口感真软 Q 的花冬米，甲鸡卵来吸收这个欠芳的香料气。这路真有鼎芳气口的虾仁炒饭。就是咱台湾在地单地的好食面。伫另外一边，出名的主持人吴峰，伊是头摆来挑战制作这个土耳其的炒饭料理，用鹰喙豆掺台湾米，不三时就小甲拉一下，好啊，再甲底伫盘啊，佮甲三瓜胡椒粉含这个鸡肉丝，安尼就会当芳上桌咯。这个芳香香的虾仁炒饭，来拄撞到土耳其的创意料理。这两大炒饭咧先饼先甲 PK 一下。嘛替龙牛市炒饭王对决来甲做一个版头。经典妈妈味道的炒饭，就两种截然不同，各有千秋。龙牛市伫台湾第一碗上强的碗粿以后，过来杀出台湾炒饭王的对决，邀请小食餐饮的业者，用咱国产的米来做主原料，佮甲掺入地区的特色农产品，杀出这个有特色的炒饭，甲分做美味经典甲创意潮流。其中这个美味单地会摕到冠军，未来还佫会当用伫个冷冻炒饭的方式，伫个三大卖场来上架，安尼嘛当摕到10万块的奖金。想要挖掘出台湾最厉害的炒饭，第一个就是过气，那再来就是煮饭的功力，那再来就是食材的搭配。去年的话，碗粿的话，我们一年至少大概可以提升大概500吨，炒饭的用的饭更多。我们希望能够至少要它1万到2万公吨以上一年。有这个炒饭王的比赛。互这个美食有新的价值，嘛通提高台湾美食的消费量，互民众会当啉咱台湾水，食咱台湾米。记者日东报道。